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的敬拜就要开始。检查你真欢喜看到好朋友，看到兄弟姊妹。但是这个时阵，咱先安静心，将交期的时间留伫后面。咱先安静心，来甲咱的主三甲亲近。 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呼召，互阮成做你的囝儿。主，阮要成做你的囝儿是一个福气，阮要将这个福气来掠做阮生命中上重要的。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当明白你，感谢你赏赐基督的权柄伫阮的教会，伫阮每一个人的身上，互阮需要你的时阵来呼求你。 互阮伫软弱的时阵，会当向你来靠帮。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的基督内面得到真实的平安，得到真实的快乐。主啊，恳求你的圣神管压伫阮中间，管压伫每一个座位中间，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特别也管压袂当伫来到教会礼拜兄弟姊妹的心中。 主啊，搁一摆开启因的心，互因的心得到圣神的开启，互因会当有关伊的心做伙来敬拜。不管因伫什么所在，伫对一个所在工作，甚至伫病床内面，甚至伫患难艰苦中、悲伤中，主你拢甲伊三角伫地。主啊，阮搁一摆呼求你的圣神伫阮当中来运行。 帮助阮的今仔日的敬拜，诚做芳芳的祭来献互你，互主你欢喜。主，阮恭敬将阮下面祈祷的时间仰望伫你的手中，安尼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咱三甲来唱这条诗歌，伫耶稣的脚前，咱合适亲像玛利亚，安静伫耶稣的脚前来祈祷。 用这条诗歌当作咱今仔日开始的祈祷甲感恩。耶稣的脚前，耶稣的脚前，向玫瑰落敬拜，仰望主的应许。 耶稣的脚前，安静主心来听，听候主的旨意。耶稣的脚前，忘了所有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耶稣的脚前，奉献所有的罪，拢嘛不留我敬拜你。耶稣的脚前，耶稣的脚前，忘了所有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耶稣的脚前，奉献所有的罪，拢嘛不留我敬拜你。感谢主赐了伊的话语常常帮助咱。虽然马太福音11章28节甲30节，咱非常的熟，但是咱常常读了都袂记哩。咱读了都袂记哩讲，伊的单是快，伊的单是轻。所以咱过来伫即个马太福音11章28节甲28甲30，来读一摆，来领受上帝话语伫咱生命中的帮助。咱做伙来，恁记若着我，担重担的，着就困我要互恁安息。我心内温柔谦顺，恁陪我的担来对我学。
就恁的心性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胆是快，我的胆是轻。刚才我家己嘛常常读这个，读的就过，读的就过。但是几礼拜前咧准备的时阵，我有因我唱这首歌，伫耶稣的脚前，内面讲咱要安静听主的声音，爱学主的模样。伊内底讲，我心内温柔谦顺，这个我就是咧讲耶稣。我家己就有亮光的，我讲哇，原来咱就是爱学耶稣温柔谦顺，但是足困难，对不对？所以咱基督徒，咱要常常伫上帝话语内面一摆搁一摆去读，一摆一摆去领受。话语讲反复咀嚼啦，吼，温柔谦顺。有当时啊，真正足困难的，但是咱来求圣神会开力来帮助咱，互咱学习温柔谦顺。华语嘛，翻译讲温柔谦卑。我就是咧讲耶稣，要学耶稣足困难的。我常常若咧分享的即个经节，有人讲哦足困难的，学耶稣头遮尔简单的，但是却是学耶稣是上好的。咱会歹性地，咱会容易冲动，咱会生气，会伫因为学习耶稣来改变。我昨个咧前工咧准备 PPT 的时阵，搁咧拍字的时阵，突然我家己就讲哦，爱温柔谦卑，计无想到拄仔写了尔 ，PPT 拍了，阮兜的先生就走来甲我有口角。我本来要冲出去甲伊骂，然后紧闭嘴，因为耶稣已经讲啊温柔谦卑，但是我搁冲出去冤家的时阵，真正无见证，嘛无资格徛伫遮，所以上帝马上给我一个教导，叫我爱心内温柔谦卑。所以咱这个时阵做伙来祈祷，求主予你有一个温柔谦卑的心，不管甲厝内面的人。也是同事、厝边你的囡仔，咱实在用温柔、谦顺、谦卑的心来甲因三甲对待，将咱的重担交给上帝，因伊的担是紧的，阁是轻的，所以咱为咱家己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的话语来帮助阮，主啊，帮助阮实在是伫你的内面得到真实的快乐。主啊，感谢你，使得阮的谦卑，一个教导，互阮知影，原来学你的宽恕。主啊，学你的宽恕，阮的生命要得到改变。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改变阮的性情，改变阮的品格，改变阮嘴内面所讲的话，成做别人的祝福。主，阮感谢你的话语，真正成做阮的亮光，成做阮的帮助。原来安尼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你的名来求。煞接，咱来为着咱生活中每一项代志来献上感恩，为着咱的罪，你点面迄个 PPT， 咱为着咱的罪，为着生活中爱感谢主的，来大声感谢咱的主，咱感谢主帮助咱赢过生命中种种的困难。凡事祈祷是真重要，基督徒爱学习的，所以咱来献上感谢，献上阿乐，那上帝来认罪，咱若有得失人的，得失上帝，咱拢伫遮来献上祈祷。咱要来为着病痛中
治疗的兄弟姊妹集体来献上祈祷。昨嘛有前一天拜五有素主姊妹无主接转去伊的怀抱，咱嘛为着旗帜小组长的家庭来献上祈祷，愿上帝安慰进入因的心。咱嘛为着教会中待业经济困难的兄弟来献上祈祷，为着咱各每一个家庭来祝福咱这三项，搁有为着爱上中的兄弟来献上祈祷。主啊，阮恳求你，前面兄中兄弟姊妹，伊需要伊的帮助。主啊，一肢体伫软弱中，因需要你的拯救。主啊，恳求你来陪伴因，帮助因，互因会当人生的困境内面，因为主会同在，得到快乐。主啊，你是愿每一个人的大牧者，你要引带阮每天中，伫软弱内面，伫遐无助、无信心内面得到快乐。主啊，我嘛恳求你来赐福阮教会内面伫经济困难的。主啊，你是丰盛的主，恳求你关爱丰盛的稳定伫每一个家庭内面，互因的家庭得到帮助，得到坚固。主啊，祝福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拢是主你所疼所爱的。主每一个家庭的困难问题无相像，但是主啊，你是听阮祈祷的主，你知影每一个家庭的需要，恳求你将你的平安、喜乐、你各样的力量。每一个家庭内面，家庭拢得到主你的保守和看顾，愿安尼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你的名来求，阿门。好，煞接，咱来为着教会传福音来祈祷。咱的教会要进入50许年，求主赐福咱富强教会，真做传福音的教会，真做为主发光的教会。特别咱嘛为着咱的牧者中职有同一的意向，为着50年。来计划同心服侍咱的教会。第三，为着咱台湾百姓会当明白真神，求主掌权来判除拜偶像的迷信，互咱台湾真做会当归五主来明白福音的台湾这个土地，咱做伙这三项来祈祷。主啊，愿教会会进入50许年，愿献上感恩，感谢主你将50年带领。阮知影你有如何心意伫阮的教会内面，求你继续祝福阮的教会。阮的教会真正真做一个相互跟相互体谅，阮所教会所行做拢会当相互，也是伫这个城市带来祝福，祝福阮的中职牧者拢同伊的意向，互因伫服侍内面同伊的意念来服侍教会行入更较祝福的道路。主，我嘛为着台湾各兄弟姊妹百姓，阮的厝边，因还袂明白你的，主啊，恳求你拍开因明白你的目睭，拍开因的心门来接受主。主特别恳求你赐福阮每一个人有传福音的能力，互阮嘴所讲的，因会当来接受阮的邀请，互因紧紧来跟对主你的脚步。主啊，愿欢喜看别人来归你。主啊，恳求你将这个别人归你的稳定守住阮台湾每一个所在，互较侪人会当离开偶像的崇拜，会当来明白真神归向你。哈利路亚！这是阮所仰望、所祈求的，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求，阿门。咱为着今仔日2堂的礼拜来祈祷，为着咱的牧师今仔日主题，牧师今仔日有新的教导伫内面求主帮助牧师帮助咱兄弟姊妹有敬虔领受的心来领受对上帝来的启示为着咱各团队的服侍有主日学有查经班咱拢要我靠圣神来帮助咱，互咱同心合意来服侍，圣神充满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咱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我感谢你，我将我的牧师搁一摆交托用你的手，恳求你圣神来给我伊帮助你，互伊今仔日的服侍好望信心，真正愿兄弟姊妹得到帮助，互我搁一摆明白主你的心意。主啊，我互帮助我有敬虔的心，敬虔心来敬拜你。主，我用安静的灵来领受主。
会祝福阮今仔日的敬拜，愿咱的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煞接，咱将咱的请手举起来，咱做伙来宣告，常常来阮的教会宣告，奉主耶稣的名宣告，富强教会是延伸上帝家，是传播真理的教会，是活出基督听的健康教会，是信徒积极传福音的教会，是信徒愿意委身的教会，是信徒彼此相听、彼此连结的教会，是代代门徒兴盛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第二个宣告，咱请起立做伙宣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主耶稣的保护也看搁活伫阮富强教会，甲所有会友亲人产业顶面，伫阮四有州围起上联的城墙，祭拜天使保护看顾阮。恳求圣神光照富强教会，看见家己的破欠，无容阮撒旦伫教会甲会友的身上有任何攻击、破坏的机会，将属天的能力、健康、平安、喜乐，搁抹伫富强教会，甲正兄弟姊妹身上，互阮通正做你荣耀的器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咱煞接搁继续来唱这条歌，伫耶稣的脚前。伫耶稣的脚前，谦卑跪落敬拜，主的恩膏。伫耶稣的脚前，安静主心来听，听候主的旨意。伫耶稣的脚前，放了所有挂虑，完全相信，完全祷告。伫耶稣的脚前，放了所有的罪，拢无保留我敬拜你。伫耶稣的脚前，放了所有挂虑，完全相信，完全祷告。伫耶稣的脚前，放了所有的罪，拢无保留我敬拜你，拢无保留我敬拜你。兄弟姊妹，咱继续来敬拜咱的主，因为是靠你咱的主，大声来敬拜伊。来，拢不挂虑，一同满满。
所帮衬的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
信心，天前飘起主的灵，一起传明眼灯兄弟，眼望地里地顶地，哦喽，吉祥主兄弟。我要学了至圣创造宇宙万物，阮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阮是何等大的福分！伫这个圣日，阮通无受阻挡，无有颠簸，会当专心来到主面前敬拜服侍你。阮看见这个世界扰乱纷纷，有战争的消息。我看见台湾犹原无平静，侪各方面的搅扰，所以阮当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的时，阮就知会当伫你的殿里来敬拜服侍，安静喋仔久，这是阮对主所领受上大的恩典甲福气。阮看重，阮接受，阮欢喜。伫这个时阵，同心自责，同心敬拜，同心学乐。阮齐声吟诗，阮同心恳求，阮也做伙领受你的话。这是上帝给阮上大美好的恩典，因为这要带来阮的信心甲快乐，也带来阮头前拍拼的上帝祝福。主啊，愿阮今日敬拜，对头到尾，上帝恩典伫阮中间，互阮每一个有份伫敬拜。阮也有份领受这个祝福，主，阮感谢你，互阮每一个服侍者也领受对你来迄个恩赐甲快乐。愿今仔日的敬拜归荣耀伫你，愿众大家拢白白得到祝福。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姊妹，请咱犹原徛地，咱来坐念《使徒信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耶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今日姊妹伫咱线接下面的听书牧师，搁一遍来甲咱诚恳的邀请。咱伫即个讲道了后，咱今仔日有一个医治服侍的祈祷。今日姊妹，请你别慢心，无论是肉体上的病痛。你的亲人有需要代祷，也是你本身有心上，也是有一寡重要的代志，要恳求主来帮助，拢勇敢来到头前。咱也请咱的长老、小组长以及咱的代祷团队陪伴，因为咱是要求上帝的恩典开大恩，毋是咱人的开力，所以咱同心的时阵，圣神就要做工。咱下面时间到赐会。请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5篇，诗篇第8篇，由我来启，会众来引。上主，阮的主啊，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你起造要塞，封闭敌人。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人算什么？你要遐尼关心？你创造人，互伊比天使小可较低。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一切的羊甲牛，予
空中的飞鸟。这声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遍全地，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掌管历史甲人一生命运的主宰。伫神的主日，阮要用感谢进入你的门，用颂赞进入你的院，因为你值得阮的学乐甲尊荣。主啊，我们感谢你伫每一天的保守甲引带，无论当阮行踏伫关山，也是伫家的山谷，你的慈爱袂捌离开阮。你的双手时时扶持阮，互阮伫患难中有平安，伫平凡中有安息。人民人的主上帝，恳求圣神亲自感动监察，互咱知影家己是有罪的人，自私、骄傲、无够疼人，也常常忽略你的呼召。恳求主人民赦免。咱若认家己的罪，上主是真实公义的，伊用慈爱人民人，要赦免咱的罪，洗净咱一切的不义，互咱有换心正直的灵，诚实面对家己的软弱，特别伫这个充满罪恶的世代，愿主坚固咱的信心，明白你的旨意，照着你的心意来活。主啊，阮也看到国际战乱、经济动荡不安，以及台湾国内政治局势充满对立。恳求主施行公义甲人民，兴起有智慧、有敬畏心志的领导者，做出好的决策甲治理，保守这个世界伫动荡中有平安，伫分歧中超找和谐。求你人民按耳孔听阮祈祷的声。明年福强教会就要迎至设教50许年，50冬的脚步是你亲手建立，50年的历程是你信息的引带。愿你再次厝来兴起教会每一位兄弟，愿要向你来祈祷，愿你的圣神帮赞，互阮伫日常生活中坚持属灵敬虔的操练，日日读经、灵修、祈祷，每周一摆家庭礼拜，互你的话语伫每一个家庭中来掌权。逐礼拜遵守安息日，分别做圣敬拜你。逐个月至少一摆家庭聚餐，彼此联系感情，尊荣父母时代。实践孝道甲敬重的心，守定期定额的奉献，忠心管理主你所赐予阮的财物。一个月至少一摆白纸报道，勇敢为主来传福音。一年最少一摆全家旅游。恳求主，互阮脱离形式上的信仰，活出真实的威信。互基督徒的信仰，毋那是伫教会。更加是实践伫每一个人的厝内、社区中，甲日常的生活中。愿阮的敬拜、服侍、奉献、报道、家庭关系、灵命、健康，拢掠基督最中心，诚做荣耀你的好见证。只是恳求你的神大大运行伫在座每一位人，照着夏牧师今早起所谓传讲的信息，搁一摆来提醒。对阮讲话，人人得到利益甲造就。愿你赐福阮今早起的聚会，将一切荣耀、乐乐拢归伫你。阮同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恭守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2位的圣经。第一位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9章24到27节。哥林多前书第9章24到27节，由我来读。恁一定知，
在运动场参加竞赛的人拢落去走，毋过只有一个得着奖。亲像安尼，为着要得着奖，恁着拍拼走。大家选手拢有接受严格的训练，因安尼做是要得到袂败坏的花冠。毋过，咱爱得到的是袂败坏的花冠。安尼，我走毋是无目标，拍拳毋是在拍空气。我严格操练家己的身躯，到会当完全控制，才免我将福音传予别人，家己颠倒受拒绝。第二位圣经记载伫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7节后半段到第8节。为着敬虔的生活，着继续操练家己，操练身躯有淡薄利益。毋过敬虔对逐项拢有利益，因为有现金甲将来活命的应允。圣经读到这，愿主赐福听伊的话，搁照安尼行的人。赞美，请男诗班所要献的诗歌是《俄勒我救赎主》。吟诗后，请合牧师讲道。今早起所要传讲的信息是灵命健身甲敬虔操练第2讲，请咱恭敬来领受。哈利路亚，俄罗主。男士班用歌声俄罗主，咱用拍谱啊嘛做迄个俄罗主，啊，这是一个回应，也是一个好声的感觉。感谢主，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互咱迎子咱这个2025年顶半年吼，已经今仔日是最后一个主日啦。时间咧过，实在是真紧啦吼。真紧是讲，咱2当前就咧话讲50彼年，咱伫对顶礼拜，蔡牧师倒来咱中间，
用主的话来勉励咱来培灵，嘛等于宣告咱54年的这个时间吼，已经正式啊吼，头前是咧准备啦，即嘛正式。那用时间来讲，有2个时间点，到2026年，就是咱的54年的正月初一，那剩半冬啊尔吼。若讲到咱的8月吼，咱明年的8月14、16，咱要庆祝52年，嘛是剩一冬啦定。咱遮会做咱一直强调，一直提醒，一直甲咱兄弟邀请吼，毋是讲好像即个时间倒有啥物重要，别个时间无重要，较毋是啦。是呢，咱共同有一个目标，就是讲咱要走偌远，咱做伙到遐集合吼。咱开始讲爱准备，爱去做，应该硬体的准备，咱各种事项的准备，兄弟姊妹操练甲造就，拢逐项一项项来行，一项项来准备，互伊当实际到位就对啦吼。真感谢主，上帝通过蔡牧师伫咱中间，甲咱做美好的勉励。咱今日线接，要来接续伫咱中会所甲咱推动即个灵命操练这方面的时间，大家要做伙对7月嘛是要做伙开始。所以咱要通过圣经来互咱学习勉励讲，即款的敬虔的操练是何等的重要吼。咱3个来祈祷，才来开始。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恩典听堂施恩赐福，互阮3甲5分伫富强教会来敬拜、来服侍、来操练，也经历上帝你的恩典，通过兄弟姊妹的参与，互阮看见主你的疼安怎伫阮兄弟姊妹互相的相处和睦，大家互相服侍、互相关怀中间，来活出上帝国的疼。这是阮伫富强教会上大的福气。也阮每一兄弟姊妹拢有份参与伫即个起做。伫你面前，阮要3甲5分来学习主你的话，求你也带领阮下面所学习的时间。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我拄则有讲起，咱迎接50年，毋是讲咱伫倒一个时间点才是重要。若是伫上帝来讲，对上帝来看，讲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啊。所以时间一直在进行的，一直在行的，无咧等人。但是咱人有需要一个呼吁，也是有一个操练，通好伫一个某一个时间点，咱来完成一项事。我会记早前咱台湾人咧少年人伊若讲要成家立业成家立业成什么叫做成家立业？要甲另外一半结婚有媒人替咱找啦是大人就替你准备就甲你来找亲情。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讲，特别伫阮故乡庄脚爱起厝啦，爱起厝起好，毋才有叫做成家立业安尼。阮遐人起厝都毋是讲有钱就好咧，拢爱开始准备遐个材料。阮庄脚的所在地也无迄个各种的建材拢无准备好，所以阮真侪的少年人有时是专家拢爱去海边乌沙啦，乌遐海沙，去捡石头，这2项迄叫做材料嘛。再捡几啊冬呢？因为迄个海沙是海水，是迄沙白白水水但是袂使起厝所以甲放到海边，用一个即个石围墙甲围起来，沙一直甲倒落去，吹风、晒日、落雨，互伊慢慢洗，盐分拢洗了迄石头嘛是爱捡，因为较早也无庄爱捡石头，会捡罗锅石，就是珊瑚礁拢捡做伙。庄脚人大家也真诚实啦，袂讲这恁兜的沙甲你偷乌啦，一人拢捡一堆。迄叫做准备要成家，你就是爱准备嘛，爱准备去做嘛。所以等好的时阵，咱再请师傅，红门头爱买啦，无较早是用石花，阮庄脚迄个古早时代无红门头的时阵爱搁去敲土咧，骹落去打迄个土粉，落去搁搅足侪物件，
然后再来贴石头，抹遐个石灰，才能起厝。相款，咱福强教会50几年要到，咱敢是着逐项拢爱准备，逐项拢准备好，到时间到万事皆备啊，万米皆备啊，咱就是欢喜感恩就对。所以咱对旧年开始已经陆续办真侪活动啊，咱过来会更加密集就对啦吼。所以上面咱需要较侪兄弟做伙有份参与，因为你有参与伫内底，你较会经验着讲，我是一份子呢。这个大喜事，这个感恩的事是我有份的呢。第二是，咱也有份做伙去做，是因为咱要做为做50几年，除了这一寡硬体的这个改善以外，咱办足侪的活动，推动足侪事工，拢需要大家的参与。参与毋是只讲你有出力出工，咱嘛邀请兄弟姊妹做伙奉献，为着这特别加出来才50几年的事工，做伙有份来做奉献。顶礼拜蔡牧师来咱中间培灵，因为伊甲咱同工10几年，所以真了解咱的教会。除了讲遐个感恩的故事以外，嘛用即个伫水门彼得，一个变水的起来行起来跳，即个故事，甲咱做真重要的勉励。这勉励就是讲，咱事实人的准备是必然应该，但是你若无仰望上帝，若无靠圣神的工，咱人所做的是有限，到一个程度就无法度啊。所以讲，咱就要经历上帝大权能，因为你要有敬虔的祈祷，所以你要对人有疼心，你要有分享的热情，有分享的热情，个上要紧的是，你要经历上帝的大权能，上帝运行伫咱的团体，伫咱的教会，伫咱所接触的人的中间，然后你就会当伫迄个所在看见迄个改变。迄个改变毋是只干那物质上的改变，也是迄个硬体的改变，是一个整个生命的改变。就像即个乞食，原来是只干那讨一点仔钱，也是一点仔物件，通度瓦那定，但是竟然是伊的脚用起来，也行也跳，来学了上帝。到最后要紧是啥物呢？你得着好，得着勇敢，你爱做见证啊！所以即个乞食，伊到最后讲也行也跳，甲百姓拢入圣殿学了上帝，来见证上帝的意志。这嘛拄啊好，是咱福强教会要赢至50几年，迄个基本的要素，拢伫即个分享的中间。所以兄弟姊妹，咱有份参与伫50几年，毋是只讲你是福强教会会友，咱兄弟姊妹，是因为咱共同一个梦，即个梦咱要望伫50几年，达到一个更较成长的目标。一个进步的目标，灵命的目标，所以也真拄好啦吼。咱讲中会为着要迎接咱100周年，就是咱中会设立100周年，伫即个90年的时阵就开始推动一个黄金10年的事工。伫顶个月，咱就邀请台南中会14间教会，就是讲有开力通做。试办来试办看，这8项的属灵的工，咱会当来试办看嘛呢？来操练一下会当推动无？那咱会当推动，可能其他的教会嘛会当推动。迄有亲像咱知影讲爱人体试验对无一个好的药有效无效有人志愿讲我袂，较早咱咧新冠疫苗时嘛，有人还会试验咧试验看嘛，咱是试用就对啦，试用看安怎？所以牧师伫月初有甲咱分享第一个主题，今日第二个主题，就是要甲咱实际讲，但这8项操练，当然实际上对咱的敬虔的操练有啥物利益，有啥物帮助？咱拄则读的这2段经节，你一定有印象，因为这2段经节也会使讲是咱这个8个属灵的操练一个等于是咱的主题经节就对啦咱的主题经节就对感谢主，咱会当等下咱去做复习啦
兄弟姊妹，灵命健身、敬虔的操练，咱就是看见着讲中华黄金10年甲富强50彼年拄啊合做伙。啊，明年正式实施嘛，拄好是咱50彼年。假使咱若是这半年已经有操练好势，当兄弟姊妹讲，哦，咱正式起跑啦，50彼年起跑啦。啊，咱中华黄金10年的8项操练，咱来起跑啊！啊，咱伫顶个月，咱去参加即个顶个说明会的时阵，咱一寡同工就咧讲，咱敢要讲啊，有人志愿要参加的无，才来参加。啊，咱大家拢有信心哦，讲咱教会吼，若即8项，咱足侪人拢咧做啊啦，咱就喊一声讲来哦！啊，咱这像咧慢跑安尼，走马拉松，啊，已经一大堆人咧走啊，讲啊，你要搁加入无？来，啊，做伙，啊，大家做伙来往前迈进，安尼就会使啊。我讲这有信心哦吼，意思讲吼，有人袂无？毋是即句话讲，也袂参加，还赶紧来，安尼样意思啦吼。毋是叫人有人袂无，是讲全员大家拢有份。啊，但是伊有一寡程度啊吼，8项咱拢没有什么阻碍，大家拢会当顺利完成，安尼是上好。但是可能有一半项你也袂当达到，你嘛免累积讲，哎呀，这8项吼，我几啊项袂当，啊，莫做好，毋是呢？你一项做一项嘛好，2项嘛好，达到3项嘛好。其中特别是生活，甲咱家庭生活有关系哦。迄是你买甲毋尔，敢毋是吼？同意愿意，啊，你就完成啊。啊，咱就分一张表，互你听，讲啊，这8项我到底倒项完成？啊，倒几项也需要努力，安尼就对啦吼。啊，所以这是咱顶座讲的，牧师搁点仔复习，因咱中会要2030年吼，5冬后迎至100周年。啊，所以呢，咱就是10冬中间加称呼叫做黄金10年。啊，牧师捌伫其他的时间捌讲过，讲这黄金10年，毋是讲别的时间拢无黄金，这个是黄金啦，是讲咱用这个来正做是咱看重的。啊，这个教会宣教。教士成长甲灵命操练的计划就对，啊，拄啊咱要迎至50彼年，讲安尼拄啊好，啊，咱中会甲咱传便便啊，咱都大家来加入安尼吼，咱毋免搁了工就对，一摆就会当完成啊，啊，咱搁而且是提早半冬，对7月初1开始，咱大家做伙好济来努力，啊，大家来学习就对啦吼，啊，这个中会黄金10年，伊的主题叫做中心门徒属灵敬虔操练8步。8步就种8个步调，啊，咱有81间教会哦，咱台南中会啊，吼，啊，对新营南平啊，对麻豆迄边啊，一直到台南迄个二站巷溪啊，拢总81间，大细间拢有啦。啊，咱富强教会是14间，中间的1间，讲啊，恁来试看嘛咧，啊，恁若富强教会试会使吼，啊，其他教会都无问题，啊，恁若无法度吼，啊，恁再来改安尼，啊，所以是看重咱讲。大家来试看嘛咧，啊，兄弟姊妹也讲，哎，迄无效啦，啊，未曾试就讲无效，安尼就，啊，中会都毋敢做啊，你敢知影吼？啊，所以咱对明年开始啊，全面实施，毋过是这半年，啊，要听咱兄弟姊妹你实际操练，啊，你有啥物啊成果，有啥物啊好诶，这个领受，还是讲你有啥物所在，迄个困难点伫倒位吼？啊。咱讲遮个是讲，啊，教会，我来做礼拜就好啊，哪会着遐侪功夫，遐要创啥，啰嗦啥货，安尼就对啦。啊，所以咱就不厌其烦哦，搁一遍讲，敬虔的信仰需要操练啦，无咧讲毋免操练的啦，吼，遐便便伫遐都有哦，无爱操练。你健康需要操练，运动需要操练，你伫你的职业上，你的工作上的功夫，你敢毋免操练？那运动员就需要操练。啊，那安尼，这个操练毋免搁解释啊，就是讲，我操练到什么程度，你有法度通去成就什么。所以，咱拄则搁读这个主题经在讲，身体锻炼固然有一寡利益啦，但是灵性的锻炼，伫各方面对你来讲拢有利益。灵性哦，灵性方面搁较需要锻炼，肉体健康啊，咱。拢都爱各方面，吼，咱真侪兄弟哦，足注重养生，注重运动。哇，足侪人早起拢去公司过用行的，吼，啊，当然少年人就搁较高强度的运动拢有啦，因为你足重视你的健康。但是伊讲吼，身体健康当然是要紧，但是搁较要紧的是灵性呢。
伫各方面对你拢有利益。因为即个利益毋只干那你心灵所得到的祝福、甲喜乐、平安。伊讲，即个是甲永生的愿望有关系啊！哇，安尼即个遐重要，吼，等于咧投资就对啦，吼，投资就对。肉体生命的丰盛，佮加上永远生命的祝福甲应允，安尼即个无操练，哇，你就了罪啊，敢毋是？足侪人讲来教会做基督徒，吼，啊，我嘛是甲平常时事拢工商拢都爱甲人共拍拼，我也无比人较勤苦啊，毋是即间安尼，是因为你有一个永生的愿望，你现在的拍拼努力。参加教会敬拜服侍，拢为着将来迄个永恒生命的祝福，拢伫迄个所在啊，伫准备就对啦吼。遐尼即位，啊，当咱既然有了解，咱就是讲，即个确实需要训练，到底是甚物原因？台语的圣经咱搁较上简单，伊讲操练身躯有淡薄利益，毋过敬虔对逐项拢有利益，因为有现金甲将来活命应允安尼。咱顶摆有讲过，讲原文吼，操练的原文吼，真哪写的意思？讲我脱北体落去操练，拢无咧假的吼，就是你的身躯倒位有软脚有软足，拢都爱专门呈现出来，就是要拍拼操练。但为何需要信仰操练呢？咱搁该整理一下，第一。真正的信仰改变是你的心呐，你的心，你的心需要操练。那有讲啊，我知，啊，我会晓呀，啊，我捌，哦，安尼够啊。但是信仰毋是头脑。足侪人讲啊，我要信啊，我有信啊，我接受啊。但是你根本无有迄个心的接受，无有迄个信仰的栽培操练。当你拄着艰难，你拄着摇移，拄着刺激，拄着跋倒，啊，你就无去啊。因为你无操练。第二，敬虔毋是学问啦。吼，有的人吼讲伊圣经读几遍啊，但是吼行为信仰都无表现出基督徒的款式啊。要烧灭啊，袂输人啊。吼，啊，伫社会甲人做伙啊，歹斗阵啊。你讲你读圣经读偌济，所以毋是知识的堆叠，是心灵的结练，迄心灵的改变。第三。敬虔毋是干那伫礼拜日来敬拜上帝，即个宗教，即个宗教仪式哪定？吼，意思讲啊，我都咧做礼拜啊，唱歌我嘛咧足大声啊，吼，啊祈祷我嘛发阿门啊，吼。安尼说是一个宗教仪式，一个生活，是要带来互你伫逐日的生活中甲主有关系。你若讲踏出礼拜堂，全拢袂记去啊。人讲变回原形啊。安尼，即个信仰也无真正伫你的生活来实现。第四，信仰若停留伫头脑，迄叫做宗教；信仰若落实伫关系，人甲人的关系、家庭的关系、甲上帝的关系，迄个叫做生命。所以吼，咱嘛有看见讲，以前有遐个毋捌字的阿嬷，也是讲无受过啥物教育的阿伯。也是长辈，但是伊都照起工来啊。伊的生活，伊的行做，伊有活出迄个信仰的生命。你讲伊知识捌偌济，圣经有读偌济，无一定，但是伊就是甲信仰活出伊的生命，活出伊的生活中间。像即位第五项，成熟的信仰，毋是在伫你有偌济激动的时刻。伊是讲啊，我参加礼拜，哇，规个人吼，足火热的吼，足感动的流目屎呢。啊，毋过迄个激动一个去，拄着困难，拄着现实的生活，拄着柴米油盐酱醋茶，拄着上实际的经济问题，你就心软去啊，你就心放弃啊，安尼毋对。迄激动是要带来你甲上帝的三同行，迄个忠心的脚步啦，迄个忠心的脚步。昨暗咱的青少年有举办迄个第三场礼拜，拜六个礼拜。啊，詹牧师伊讲一个主题，讲对我行，耶稣讲你对我。啊，学生囡仔吼有甲问迄个问题，讲啊，你要军队耶稣是要哪军队安尼啦？吼。啊有影，耶稣
都是2000年前啊。即摆耶稣也无伫咱身躯边，你要哪军队呢？要哪军队呢？事实迄个军队就是讲，主安怎讲，我欢喜安尼做，迄叫做军队。军队毋是远远讲啊，你头前行看觅咧，我在后壁看，毋是啦，是骹步平平甲主相同行。所以，即个成熟的信仰，即款无操练，甲用话的无效。所以咱嘛真侪兄弟，咱拢了解，特别台语的基督徒，咱讲吼听道理无够啦。咱来去听道理，看到确实足好、足虔诚的，有听都无去行，所以信心若无行动，就是假的，就是死的啊，对毋对？所以兄弟姊妹，属灵的生命若无操练，你一寡俗世的习惯，就搁来颠着你啊，会主导你的生活就对啦。迄属灵的操练吼，足无简单，因为你爱一遍搁一遍，互伊变做习惯就对啦。真感谢主吼！牧师进前捌甲咱提起讲，咱中会嘛另外推动一个叫做“男人勇士”的事工。这男人勇士吼，意思是讲要烧兄弟吼，来好好信仰的操练就对啦吼。因为以前咱拢有讲妇女会啦、妇女团契啦、姊妹啊。较少咧讲兄弟，因为较早的生活形态，兄弟拢咧外口拍拼，姊妹吼做家庭主妇。但即摆这时代无共啊呢，大家拢平等咧。咱真侪兄弟拢咧讲，即摆伫外口吼，少年爸母吼，拢爸爸咧爱囡仔呢，爸爸咧爱囡仔，爱啊足好势啊，即摆吼爱囡仔讲袂使爱后壁，讲互囡仔骹开开啊呢。讲后摆骹会开开呢，即嘛是伫头前，若无就用一个像个脚一个背包的脚架呢，所以即嘛是男女拢互相需要操练。我咧讲，因为伊开始要推动讲，恁牧师先来操练看觅安尼，所以吼，差不多9个月前，逐礼拜拢爱去太平境教会。因为这朱牧师吼，伊是前一期的啦，前一期操练好啊。才换阮3、4个牧师吼，去到伊遐，透早7点半开始陪伊1点半钟。哇，有真侪工课吼，阮做牧师的嘛感觉哇压力足大呢，因为吼，拢爱抄迄个与神同行的作业、查经、读经的作业，一礼拜爱写4篇，爱背金句，一礼拜背一个。较早咧背哦，少年囡仔咧背是足好背，即摆哪会咧背头前背后壁袂记安尼啦？安尼足紧张，你敢知影？像个学生囡仔足紧张。搁一个迄落吼，咱咧背经文吼，因为咱人若有会吼，你拢会照你的意思去想啦。背出来吼，甲原文无共款因为迄话句你会用别个句来读安尼。所以一直操练，一直适应，到后来感觉讲顶礼拜吼结束咱想讲哇，无想讲9个月已经过去啊！发觉讲有真侪习惯吼，你无即款压力，毋是讲压力啦，一种的要求，都大家有一个目标嘛，你就会慢慢变成习惯。所以我嘛感觉讲，家己打经历过，咱即8项的敬虔操练，你茫想讲，一项都无效啊，无够啊，佫8项，袂一个就惊着啊，好。那这8项，兄弟姊妹，敬虔操练8步，咱有请咱的干事司令甲咱做图卡，这样寄互大家安尼这个是长老执事得用的啦。长老执事迄加人几啊斤，因为因就爱2档读一遍圣经，2档都爱读一遍圣经。有的会友兄弟已经1档读1摆啊，迄你讲骹步拢走足紧啦爱需要做的第2项是讲，每一礼拜招家庭大家做伙来一个亲子的礼拜。古早阮叫做家庭礼拜，即嘛叫做亲子的聚会，也是家庭这段，也是咱的囡仔都已经大汉出外来，咱约一个时间，大家来用赖来视讯，也是恁有啥物 Zoom 啦，啥物迄落即款的网络的媒体，就大家见面一下。咱 RPG 讲5分钟就解决啦，你敢知？5分钟，迄你若有开始后摆你毋通5分钟，你讲了一个欢喜，你愈讲落去啊。
但是惊要开始万事起头难就对啦。这是安那为着要连接咱家庭的心呐。咱想讲你无用我无用囡仔要读册要升学我要无用这无用迄，大家都当放咧，拢会家己自我原谅就对啦。但是你若讲好，咱就重话咧讲咱富强到免硬做，咱嘛要安尼做。来，大家先甲恁的亲人兄弟家庭讲看卖，什么时间会当做伙，安尼就会当进行吼。这图卡牧师拢有进前传互咱各单位啦。牧师是讲用这张图互咱看，讲你放伫你的手机内底，也是留起来。这个活动咱常要讲，所以我就无一个搁一步步念啦。这是有关兄弟姊妹的，兄弟姊妹。其中一点无相像是，咱3年读一遍圣经就有够标准啦。咱足侪兄弟咱今年年初无咧颁奖嘛，颁礼物足侪人，因为咱小组足有力的小组长安尼输人毋输阵拢背圣经来读圣经，拢会甲你检查，讲你有读无安尼安尼加偌有效果的，就亲像阮咧参加这个男人勇士咱这同工拢大家拢咧背金句你无背敢会使这是种互相一个努力就对啦。这是有关儿童甲青少年的，安怎训练因财务的管理好。拄仔咱读的第二段的迄个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9章24节。咱读的是较规段，但是中间这段经文这节24节讲，恁一定知，伫运动场参加竞赛的人拢落去走，毋过只有一个得奖。亲像安尼，为着要得到奖，恁都要拍拼走。拍拼什么意思啊？咱台语讲拍拼，拼都已经足有力，搁拍拼就是尽你的能力就对啦家己督促家己，要求家己，安尼就对所以这个是第一项，咱有解说几项牧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逐日读经、灵修甲祈祷，读经、灵修、祈祷。咱教会这同工讲咱这来试办应该咱难度无悬啦，因为咱教会本来就拢有而且伊的要求都搁较悬呢。咱拢是讲一年读一摆圣经呢。咱有请咱的硕龙长老甲咱准备1年份的读了的表，后2年份的来读表读好了。即摆搁加一个讲，不要紧，等开始的恁免遐尔按3档读一摆就好，3档甲规年读了。我看到谢牧师伊嘛足认真的，伊讲安尼1年份的读看嘛咧，读讲无2年份嘛做伙读安尼等于2张拢共来看伊的进度就对啦。所以若有心，咱就会当完成读一遍圣经。你读圣经，你愈读，你就进入到你的内心，成做你平常时属灵的美娘。诗篇5篇30讲：耶和华早起时要听我的声音，早起时我要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且爱警醒。所以兄弟姊妹，每日读经灵修祈祷，就是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你讲我甲主亲密，你若有读经祈祷，你这个关系就开始建立。第二是灵命，读经灵修祈祷就是食饭甲呼吸就对。你一个人要活你有食物件你还阁会喘气这2项袂使无的。咱甲主的关系就是读经灵修祈祷第三。读经灵修祈祷真要紧，是成做你属灵精进的武器啦。你有准备有咧操练，那亲像阮较早的军人拢古早是爱磨刀磨钱呢。阮较早咧做兵的时阵迄个枪逐日拢都爱整理拢喷一罐油互你迄布拢互你就规个甲你绑起来规一个枪的迄个零件拢绑开了。一样切，安尼到时要征战的时阵，毋则好用无啦。迄拍枪拍袂出去，足危险呢。所以阮咧当兵的时阵呢，有一个比赛，都是用布甲你的目睭按起来，一支枪放伫你头前，开始比赛讲，偌久以来，甲规支枪拢零件拢绑起来，看送上紧。伊意思讲。伫暗时无电火的时阵
你穿吼，安那斗你斗袂好啊，啊，所以目睭暗起来，你有哪斗会起来？会晓操作啊，足熟手。咱读经灵修祈祷，就是亲像安尼，你都甲武器拢穿遍遍，即个属灵的攻击一个来，魔鬼的搅扰一个来，迄个黑暗的势力一个搅扰你，你已经装备好。啊，所以这是第一项，咱基督徒真重要的。啊，咱兄弟姊妹，平常时咱的教会都一定咧推动啊。读经佮祈祷，这是咱会友第一项袂使无的。马太福音第4章第40节讲，人活着毋是干那只靠食米，是靠上帝嘴里所说出一切的话。以赛亚40章这个写毋对嘅40章3节，讲听候耶和华要定心，你就开力，走袂也行无善。总是听候的意思是讲甲主亲近啦吼。兄弟姊妹，基督徒，咱长期若无甲上帝对话，就是无祈祷；咱若无听上帝的话，就是读经。无回应上帝的心意，就是讲无顺服上帝的要求的生活方式，咱的灵命就会慢慢孤单冷淡啦，吼。啊，最后对上帝启示吼，你拢无感受到，上帝咧甲你提醒，你拢感受袂到，因为你平常时无甲主咧亲近。迄就像一对翁仔某吼，人讲心有灵犀啦，迄太太啊，目尾一个念者，你就知影讲倒位爱准备啊吼。啊，这就是安怎，就是平常时有咧互动嘛。一个手势，一个目色，同款意思。咱甲上帝关系，你若定有亲热关系，上帝吼，有时有危险到啊，有时有引诱到啊，有时有挑战到啊，有时有真多的陷害到啊。你属灵有灵敏，因为上帝对你的提醒，你知影。啊，若无呢，灵命的冷淡孤单，到最后对上帝启示你拢无感觉。迄就亲像吼，你的收音机吼，迄频率对无着啦。对袂着拢袂清楚，像你的手机啊，去到深山哪来吼，迄信号拢无去啊，所以咱的信仰就会消退。兄弟姊妹，咱甲上帝关系嘛是安尼，咱的确都爱拄起讲我有受洗，我有去做礼拜，安尼就好，毋是安尼啦，是爱每一日听主的话，每一日来回应实践上帝的心意，听主的话哦，回应实践上帝的心意，所以。咱夫妇中间、家内人的中间、兄弟姊妹中间的关系，但是人甲上帝的关系，拢会互用心来建立。意思讲，毋通讲我信仰足烧落啊，家庭的生活、亲人的生活、夫妇的生活遐尼冷淡，安尼根本都无平衡嘛。所以兄弟姊妹，属灵的敬虔，毋是一礼拜一遍的敬拜，是每一天持续甲上帝的对话。所以我都有讲，咱年初就印1年份的，印2年份的迄个表。若你无，爱咱搁去甲咱的干事讨，也是咱伫个柜台。咱为着讲，咱要试办嘛。若兄弟姊妹你讲好，对7月初一我要加入，我3档要读一届，要对倒开始读啊。我赶紧甲咱的素荣长老讲，素荣长老伊吼效率够好，因为资料拢翻遍遍啊，伊随整理一张。下半年吼，3年份的半年是差不多1/6啦，规本圣经的1/6。你若讲哦，我要开始对7月初一开始，你通甲咱的干事讨，讲我要讨一个半年的读经计划。这条读经计划哦，应该袂歹，就是讲真有初级的安尼，门槛足低啦吼。这个我这个投影片无呈现吼，就是讲。一张表，7月、8月、9月、10月、11、12、6个月，咱干那要读4福音甲使徒行传，安尼实在是足轻吼。那你还未参加，你莫讲哎哟，要读1年读一摆困难哦。我先来参加这个7/6的，因为咱要试半冬嘛吼。3年读一摆，你就读7/6就好啊。咱就是读4福音，佮读使徒行传，7月到12月，你就完成啊。所以你若有这张表，你能甲讨电子档，还是甲咱的干事讲，我要需要一张半年份的，你甲印出来，等于入你的圣经。比如讲7月第初一马太第1章，1章尔吼。第二日马太第2章，安尼一章读，半冬就读4福音，搁参使徒行传吼。好，第二。
第二个，咱要三甲做的即个8项的操练，就是每礼拜举行一摆亲子家庭礼拜。亲子家庭礼拜，我会记吼，我囡仔时代吼，也无啥物娱乐，嘛无电视啦，所以吼，大家就趁还佫小可曝光哦，天曝光的天光，还佫光光的赶紧食饭啊，也无电火啊，食饱了哇，大家就准备要休困啊，因为结果是听收音机，吼，我的阿嬷吼、阿公吼，就去坐伫遐爬土豆，因为较早拢爱手工啊，若无就爱爬番麦，因为番麦吼无啥物机器啊，就爱大家甲迄番麦的迄个粒甲爬起来，放规个，就伫遐开讲讲话，无就听收音机。但是要做工课要困进前，大家少少的吼，伫个桌边，大家做伙来做家庭礼拜。迄个时阵无有其他的娱乐，嘛无其他的甜盘，所以逐日拢嘛家庭礼拜。但是慢慢工商社会一个来吼，一直减，到尾讲好啊，都无用啊，就莫怎取消去啊。咱即马大家拢是安尼。但是咱黄金10年讲，即个是家庭足重要的时刻，迄叫做神圣时刻，嘛是家庭这段，你有吼。迄祝福足多就对，即个无困难是咱袂甲毋拿定，因为咱有2个困难，第一讲时间无用，第二啥？一个家庭准讲两个夫妇啦，佫2个囡仔，4个人哦，4个时间斗袂起来，所以伊的难度毋是讲咱爱甲无爱，是讲要笑去做伙，但即马真方便，你若较输无法当大家实体做伙，你用线上的。你是为着要互你的囡仔更较健康来成长，有真侪代志吼，咱讲刻意去做的就对啦。有做无做凊彩，但你刻意去做。是啊，咱最近听一句话讲吼，有一个小确幸。小确幸的意思是讲，这也无啥物大问题，毋过有一个吼，加足好。热天吼，食一杯冰，小确幸。意思是讲无嘛袂要紧，但是有吼，感觉心足快乐。所以一摆家庭聚会，有人是讲无就咱有2个要求，一个讲做伙自餐，对毋对？你若大家做伙自餐，头前聚会一个嘛足好啊，吼！这是真重要，也是讲恢复起来，咱长老教会较早兄弟姊妹会友的信仰会保持了真好，吼！无遐尼侪器材哦，无遐尼侪的资料哦，都是家庭礼拜。咱做父母的，每周立志为神决心举行一摆亲子礼拜，也是讲即个家庭这段，无就 RPG 线上的。咱实际小组伫迄个疫情的时阵，足侪人都有啊。第一，家庭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教会，父母就是第一个牧者。请会记哩，毋通干那讲牧师你才是牧者呢？父母就是第一个牧者，囡仔的牧者。家庭是主女信仰学习第一现场啦，是足重要的环境。第二，咱教会就是一礼拜一摆的敬拜嘛，是基督徒大家庭的组织嘛。你的小家庭嘛是一礼拜一届安尼。家庭一礼拜一摆的敬拜是信仰传承的根基，是互基督信仰成做家庭生活，是家庭关系上深的连结。每礼拜一摆的家庭礼拜。互基督信仰成做你家庭的文化，你家庭有真侪的要素，但其中一项，迄个基督教的信仰会当成做你家庭的一个文化。因为家庭是子女信仰学习的第一现场，是重要的环境。囡仔信仰的起造，毋是对教会开始哦，是对父母的家庭生活的态度开始。兄弟姊妹，这项嘛是真普遍，咱毋免讲。足了时间解说，每月专修主日礼拜。那大家拢有咧修啦，要甲咱解说讲专修的意思是啥物？使徒行传20章的第7节讲，7日的头一日，7日头一日。这7日头一日，咱即马无咧讲，咱讲礼拜日啊。所以讲，当时的门徒因
聚会八饼，因为保罗第二日要起行，因甲因讲论到暗时。约翰福音20章的第1节讲，7日的头一日清早，天曝光的时阵，讲马达勒玛利亚来到墓里，看石头对墓刷开。伊在甲咱讲起讲，7日的头一日，就是今仔日咱咧做礼拜日。7日的头一日，足要紧，足重要。属灵的生活应该是用上帝做头，毋是用工作做头啦。所以咱7日的头一日先敬拜上帝。所以请会记哩吼。你的第一日毋是明仔载，毋是出拜一啦，要开始做工课。你的7日头日是先来找上帝，先来见上帝，开始这礼拜的时间。所以先来遐尼要紧。你甲上帝建立关系，你来迎接上帝的听，领受主的教示，领受主的祝福，然后你这礼拜开始做你的工课，熟悉的工课。所以定义就是讲，咱优先次序是主日敬拜做开始，互上帝做徛头前，做所谓。全礼拜7天，就要做伙经历伫上帝祝福内底。这个马丁路德伊讲，主日敬拜毋是仪式啊，是信徒一礼拜灵修生活的起点甲中心，毋是一个仪式。你看无去吼，敢用歹势呢吼？无去吼，无彩，毋是，是你甲上帝建立关系。我要领受一礼拜的祝福，对敬拜开始。所以咱礼拜日早起就是安尼啊。第二，咱一个出名的海德堡要理问答，就是咱的圣经的意思啦吼。这个要理问答，伊安尼讲，安息日就是放落熟悉的工课，专心参加教会生活。熟悉的工课真多，但是你专心要一项教会生活，领受上帝的话，恩典的记号，将安息延伸到每一日。所以现在即位咱毋是买啊，咱讲周末，毋是啦。周头就对啦，周头啦。每一礼拜头一日，你先甲信仰起做好，准备好，要迎接一礼拜的丰盛吼。所以圣经甲咱启示7日头一日主日，才是一礼拜的起点。而且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甲文化，美国啦、以色列啦，基督教的国家拢将礼拜日看作是一礼拜的头一日安尼吼。将主日看作一礼拜开始，是咧拄则咱讲嘅，就是甲上帝看作上要紧。所以敬虔操练的核心就是培养定期、稳定甲上帝沟通的关系。主日，毋是干那做礼拜，是属灵生活的起点甲更新。现在即位遮个，互咱知影讲，若通知聚会有遐尼多的困难点伫遮，会冷漠，会丧失甲家庭的连结。会渐渐对上帝话失去脚步，丧失伫聚会中启示恩典。所以这是中会的邀请。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伫周报内底有写，牧师就无一一讲。伊咧解释讲是安怎，咱要参加这个敬虔的操练吼，拢总有5点啦吼。咱的周报内底，这个是有人问讲牧师啊，迄个白纸报道发什么意思啊？事实就是一个。这张图吼，咱中会讲要制作一个足水，伊迄有点仔亲像咧刮乐安尼，中间遐足侪字拢用迄个用一个毛甲嵌起来，你甲人传道理的时阵，甲人讲，这咱会慢慢若有摕到遮个实体的物件，咱来做甲小组长来操练一下。毋过上简单吼，就是咱定啦已经咧用，重要是讲爱个人报道就对啦，爱传福音。招人来传福音，吼！另外一种更简单，就是块白纸，真正确的白纸哦。这个白纸吼，你若会晓画这就好啊。顶悬一则经节，是罗马书6章23节讲，因为罪工价是死，只有上帝恩赐伫咱的主基督内底是永生。因为这个吼，咱今日只甲讲3项啦，定。这个白纸报道法有用，牧师会搁较详细来甲咱解释。一张白纸你安那画，互人解释讲对。人的软弱坠落到上帝的拯救，中有一个世界就是耶稣基督安尼吼。这几项，咱最后，咱中会足用心啦，因为这个大公教的蔡牧师，伊是正做这黄金10年的这个总干事，伊是义务的哦，毋是中会甲请。牧师几个同工做阮的委员啦吼，所以大家拢有份。又特别有拍一块。短片要甲咱邀请，我请同工吼，
甲伫影片来放一下，然后咱就会做来异地的祈祷，咱来看一下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台南中会伫每年有要推动一个真要紧的事工，就是要怎样来建造健康的教会，要怎样帮助兄弟姊妹活出健康的生活。所以咱有要推动8项健康属灵生命的操练。咱伫今年下半年7月初一开始，就咱台南中会81间教会中间，咱有推选14间相对健康、相对勇壮的教会，来成做一个示范的教会。我相信健康的生活毋是财物，健康的生活嘛毋是观念，健康的生活需要实际伫咱生活的顶面来操练咱的真理。所以伫咱的圣经内底，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8节安尼讲操练身躯，利益是少；独操练健康，凡事就得到利益。所以我相信。咱的教会三堂做伙来踊跃参与，咱的教会的确嘛会得到上帝的祝福。伫这8项的事工内底，咱咧强调婚姻夫妇的关系，咱咧强调爸囝母囝亲子的关系，咱咧强调财务的管理，咱嘛真强调个人祈祷、灵修、信仰的操练。我相信，咱三个做伙来参与，咱的教会就会得到更新，得到健康。通过安尼，我相信，若要互咱14间教会得到祝福，明年也要成做咱台南中会81间教会一个真好的示范。求上帝帮助咱，恁的勇壮，恁的更新，就是成做咱台南中会祝福。愿主赐福恁，帮助恁，互恁甲恁的牧者、甲恁的长职三堂做伙来配合，共同做伙来推动，来做属灵的操练。我相信，上帝的确祝福伫咱台南中会身上。愿主赐福咱大家。好，感谢主吼。表示讲，咱14间教会对7月初一开始，大家做伙合作来操练。你毋免有压力啦，吼。伊遮有写讲，毋是要甲你强制我足无用足忝你甲我要求遐济，毋是，是要互你经历到迄个信仰虔诚所得到的利益。所以7月初一，我邀请全部会友哦，无咧敬哦，大家拢来，试看觅咧。咱到年底来讲，我做了。倒位真简单，倒位有困难，大家来做检讨。咱要做一个短的祈祷，然后咱要请兄弟姊妹准备，咱要来做异地的祝福的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恩待阮，互阮有份迎子中会的黄金10年，也做伙迎子。阮明年50禧年，阮通过属灵的8操练，阮要求家己训练家己。甲主更较亲近，家庭更较关系更较美好，囡仔的信仰操练也得到造就。主啊，阮知影，阮人拢有软正软弱，总是主当你甲阮同行的时阵，阮就要领受迄个属灵的甘甜甲喜乐。愿主你帮助阮，阮要做伙伫你的面前三甲服侍，需要祈祷的兄弟，求你圣心甲阮同在，互阮同心一致做伙有份。参与伫即个服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要请敬拜团，咱带咱做伙来吟即首咱真实的诗，赐我自由。开始吟的时阵，咱时间就随时邀请伫5楼、伫4楼兄弟，你有需要代祷，无论是肉体上的病痛，也是我有心灵上的软弱，也是你有看路的事，也是你有计划重大的事项，需要代祷的。咱请长老、小组长、中级，搁参咱的即个代表团队准备好，甲主讲主啊，互我诚侪你祝福的器具，咱为着因来做祈祷。这是咱的吟首诗歌，开始吟的时阵，咱就来到头前。赐我自由，开始吟，咱就开始准备来。赐我自由的心啊，请免客气，勇敢来到主面前。咱为着肉体欠安，心灵软正，也是咱有看到的事需要代祷的，咱做伙来到头前，排一排吼。赐我生活中的忧愁。
刮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免客气哦，勇敢来到头前。倒位就有自由，世间虽有落苦重担，主的心会护我。咱免客气，来到主头前，搁一遍。主我自由的心啊，请你5楼哈。4楼有需要的，拢到头主头来到头前，大家做伙服侍祈祷。感谢主，你的行动表示你对主的脚步，愿主的医治临到伫咱中间。刮出我心中的不安，愿圣神伫咱中间。神啊，你伫倒位？倒位？请同工啊，还佫有需要同工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世间虽有落苦重担，咱免忧愁，免烦恼，咱主会应允伫咱的祈祷。咱音乐细声，咱即时要开始做服侍。咱兄弟姊妹同工咱为着因来做服侍祈祷。坐伫椅仔中的，咱也同心求主，施到伊的拯救、医治甲透放。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应允伫咱中间，大家伫主面前的祈求，咱佫会通佫开始细声来吟这个诗歌。咱兄弟姊妹，大家同心，你若有看虑的事、烦恼的事、身体软弱的事，咱也家己甲主祈祷，也是你所关心的亲人，求主也亲自应允伫咱中间。哈利路亚，感谢主，愿主的应允赐落医治透放伫咱中间。哈利路亚，感谢主，主的透放，主的医治，主的怜悯，主的祝福伫咱中间。感谢你，咱继续唱。咱细声来唱。使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使我的心中的忧愁，刮出我心中的不安。哈利路亚！求主应允伫咱面前，咱对主的恳求，主应允伫咱中间。哈利路亚！感谢主。世间虽有落苦重担，主的心会护我。咱要请兄弟对椅仔中徛起来，咱做来吟首诗歌，求主应允伫咱中间。神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刮出生活中的忧愁，刮出我心中的不安。咱做来吟，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有自由。世间虽有落苦重担，主的心会护我主。兄弟姊妹，咱只能来做恳求祝福的祈祷，咱能把咱的手放伫咱的心，奉主的名来祝福每一位。主，阮的上帝，伫你面前，阮知影阮的软弱，阮的不足，阮有肉体的软弱，阮也有心灵的软弱。主啊！当阮拄着头前的艰难的时，阮知影主是你是阮的倚靠，主是你是阮的帮助。阮肉体有软者欠安，上帝啊，求你施落你的医治临到伫阮的中间，徛伫头前这的兄弟，以及阮伫礼拜堂的兄弟，伫线顶的兄弟，主啊，你应允，你若肯，你的医治就会临到伫阮。
主耶稣，你有应允，你受鞭拍，阮要得到医治；你受苦，阮就要得到平安。阮靠着这款的信心，主啊，愿你照你的心意，照你的旨意，施了你的拯救、你的医治、你的透放、你的平安，你除去阮最最烦恼、忧闷甲重担，互阮领受伫主内面迄种的喜乐、平安甲祝福。阮奉你的名祝福。开始头前这兄弟姊妹，也祝福每一个伫你面前开声祈祷、恳求主应允的兄弟姊妹。愿你应允人到中间，做上帝你大权能、医治的权能、神迹技术，拢临到伫阮中间。因为主你有应允，亲像早前那应允彼得来医治这脚软者软弱的兄弟，也同款要临到伫阮正人兄弟姊妹中间，因为阮。要我靠主你的是大能的祈祷，是大能的祝福，大能的应允，圣神的医治。感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用抱声阿多主，感谢大家，请回座，请坐，请坐，大家回座。咱请时间到啊，咱的聚会，只是咱请执事来准备来收奉献，执事来收奉献，感谢主。咱三甲来奉献。会众请起立，咱做伙来吟奉献的诗。请坐。这时，咱来读本话金句，请看咱的荧幕。咱来读2摆，请。地甲地上的万米拢属上主，世界甲踮伫遐的外米嘛拢属伊。诗篇24篇1节，搁一摆。地甲地上的万米拢属上主，世界甲踮伫遐的外米嘛拢属伊。诗篇24篇第1节，这时由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2页，下主日敬拜服侍当中。主礼夏牧师、诗会、自然执事。论节的事项当中，请咱家己来看。接下咱来看第4页，集体交通甲本会消息第1点。福强教会50喜年庆的年度标语的票选活动，咱伫今仔日下晡6点就要来截止。还未去投票的，请赶紧来投票。咱来看第2点。本会定伫8月7日，
要举行设到49周年成立典，有备办心想要洗礼的这兄弟姊妹，佮咱的小朋友，请你伫7月20进前来完成报名，也请咱这个办公室这边来领取报名表，填写相关的资料。而且你爱交一张个人的相片，提摩太牧区会当来咱詹牧师来报名。咱看第3点，主日学定伫7月16到20，拜3到礼拜，要举办天才好管家的夏令营，邀请国小4年级到国中1年级的小朋友报名来参加，爱咱的办公室来交费用。咱看第4点。本会今年度的门徒学校第1阶段的课程，咱伫顶主日的下晡有顺利来完成。因要领到这个结业的证书，愿上帝祝福所有的学员有好的学习甲成长。这所有的名单，佮咱的师资伫遮，请咱会当家己来看，佮一摆来因恭喜完成第1阶段的门徒学校的课程。咱来做伙关心第5页第7点。丧礼消息，本会启致小组长的母亲素珠姊妹，伊伫顶礼拜5安歇主怀，享年80岁。要预定伫7月初5，后礼拜6上午8点半，伫七日的殡仪馆举行日幕甲火化的礼拜。同一日下晡2点半，要伫本会来举行追思告别礼拜。也请兄弟做伙来关心代祷，愿上帝亲自安慰人民遗族。咱看门徒培育事工甲演习会的消息。第1点，福阳教会50禧年祈祷的树见证集的第2集，要邀请大家做伙来祷告，将咱的信仰转化作为文字，会当来为主见证来传福音，所以要邀请各位踊跃来祷告。煞接牧区团契消息。具体交通，请咱家己来看。第7页的奉献，如果有出入，请办公室也是咱财务人员来更正。煞接请夏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我做1、2项的补充啦吼。头一项就是周报内底有报告着讲咱关心吼，咱教会启智小组长的妈妈素珠姊妹吼，伫拜5。清早吼，来安息。咱感谢主啦！伊虽然抗癌头7、8冬，总是伫家庭亲人的陪伴吼，伊伫咧静养的中间有主的疼，甲伊伫咧，是困眠中吼无艰苦，主甲带去到天国，要伫拜6举行告别式。兄弟姊妹啊，时间方便欢迎大家来参加。拜6下晡2点半，伫咱教会中间。另外，昨昏有阁接到一个消息，有影是即个安息的消息。咱本会有一位王建胜兄弟吼，伊的爸爸王海东老兄弟吼，也伫昨昏透早来过往。因伊的家族吼，伊的兄哥啦、姊妹拢未信啦吼，所以因可能伫后礼拜就是7月初8拜2吼，伫因的厝内的大。门口伫遐举行家庭的即个算较属于佛教方面的即个告别式。咱也为着即个家庭祈祷吼，为着即个家庭祈祷，愿主亲自施乐安慰伫因的中间。中间吼，拄仔咱有讲到爱领相片啦吼，迄相片洗了咱做纪念吼。佫一项是咱票选到今仔日年月底就结束啊！今日营业就结束啊！所以请大家还未投票的吼，用 QR code 还是用楼骹后迄个实体的吼。咱有要抽奖哦，有参加的人吼，有一个纪念哦吼，欢迎大家参加。咱即个标语啦决定了后，咱的教会50禧年的即个 logo， 就是咱的迄个标志，佮咱标语就开始使用啊吼。咱等于是按一年的庆祝的活动开始啊吼。即个5、6条啦吼。咱有足多兄弟足侪心哦，听到讲标语嘛，少足侪台语的。咱即拢公布伫楼骹吼，有请毛笔的专家甲咱写吼，嘛拢足水。你目的是讲，互咱无共款角度来咧纪念50禧年啦吼。台语也好，华语也好，但是咱拣一个做主要的，其他嘛拢会当使用，因为逐地拢足好安尼吼。佫来是咱
天才学院者要开始啊吼，听大家踊跃鼓励遐个囡仔来参加3年小学3年以上。曾教咱都有讲过啊吼，啊一个邀请欢迎吼，咱即礼拜拜六早起9点半，咱上年聚会时间吼，啊要邀请即个华人民主即个学会吼来放一块影片，即个影片叫做老鹰的手，你若看到即张相片，这双手你就知影讲哦，原来伊讲老鹰的手就是即个做事人吼，伊的手做工课做甲吼。迄个手煞毋是像咱安尼，吼，也像咱咧弹钢琴的手遐幼哦，哇，手足粗，是咱会变遐粗？讲是咧乌灵后啊，乌灵后伫咧水土内底，乌灵后发生即个手变安尼，这是一个民雄出身的一个女导演，伊看到因迄个庄头吼，这长辈遐尼拍拼咧做工课，伊甲翕做一出电影，所以。咱除了上年以外，咱嘛邀请以赛亚牧区啦，其他的兄弟姊妹拢若有闲，拢可以9点半来3楼看这出影片吼，来了解讲这个故事是安怎来吼，这嘛真好。这个片吼是纪录片，但是有得到奖哦，迄坎城影展的奖，欢迎咱吼。搁一个要甲咱邀请就是这个吼，咱后礼拜另外有一个野外节目，就是下晡1点半。要伫咱的教会来举行即个长老教会历史的发表会，咱办伫咱教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咱的教会的进前伫咱遮服侍的即个罗启明牧师啊吼，伊就是即个事工的负责人啦，所以照咱场地要来发表。第二是即本册真重要，牧师手中摕到即本就是即本。这本册是咱每一个长老教会的基督徒，若讲你会当买来看，因为这本吼就是了解160年来长老教会安怎行过这个脚步，拢写伫这本内底吼。迄天吼礼拜日下晡1点半，咱就是第2场礼拜食饱了后就发布伫遮。咱嘛要请圣歌队来献诗，希望讲咱听日即话，甲这时间留落来，来甲乌演，迄天若会当。买这本册，加做你一个学习长老教会历史，特别是咱的东港中级干部，若有这本册是足好吼，欢迎咱大家踊跃来参加，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吼，多谢。上营399首，愿上主大仁爱，请起立吟全首，吟诗后请牧师祝祷。愿上主大仁爱，应踮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愿主应更变救你，应主必宽待你。主诚心保守你对治，是到永世代。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恩赐帮赞，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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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灭道来避讳。
咱第一堂的礼拜到这，请咱彼此请安问好。